使徒行传1章，体乌菲罗啊！我已经做了前一批论到耶稣起头一切所行所教示的，直到伊借着圣灵吩咐所竞选的使徒，以后受制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伊受害的了后，用真侪的凭据，将家己活活的显现予使徒看。40日的久，向因显现，讲上帝国的事。耶稣甲因自集的时阵，吩咐因讲，毋通离开耶路撒冷，就听候父所应允的，就是恁听见我讲过。约翰是用水行洗礼，独无偌久，恁要受圣灵的洗。因自集的时阵，问耶稣讲：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，就伫这个时阵吗？耶稣对因讲：父照家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阵日期，毋是恁通知影的。总是圣灵降临伫恁身顶，恁就的确得到能力，搁要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讲这个话，因拄看的时阵，伊就受体上升，有一块云彩将伊支去，就看袂见伊。当伊上去，因定睛望天的时阵，忽然有2个人，身穿白衫，徛伫边头，讲：加利利人啊，恁为什么徛伫望天呢？这个离开恁受制上天的耶稣，恁看见伊怎样去天顶，伊搁要怎样来？有一个山名叫迦南山，离开耶路撒冷无远，约有安息日通行的路站。当时学生对遐倒转耶路撒冷去，入城就上所店的一间楼，伫遐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阿力菲的囝雅各、奋锐党的西门，甲雅各的囝犹大，这个人甲几个妇人人，甲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佮耶稣的兄弟，拢同心合意，兴切祈祷。迄时有真侪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彼得伫兄弟中间徛起来，讲：兄弟啊，圣灵这大话的喙，伫圣经顶有言，带人掠耶稣的犹大，这个话是的确着应验的。伊本来列伫咱的数中，并且伫使徒的责任上得1分。这个人用伊最歹的工钱买一块田，以后身躯跋倒，腹肚、腹力、肠仔拢流出来。踮伫耶路撒冷的众人拢知这个事，所以照因迄位的话，甲迄块田起名叫阿吉大马，就是废田的意思。因为诗篇的顶面写讲，愿伊徛起的所在变做荒场，无人伫内面徛起。佫讲，愿别人得伊的这份。所以主耶稣伫咱中间死中出入的时阵，就是对约翰洗礼起，直到主离开咱，
受制上天的日子为止，的确着对遐个素常甲咱做伴的人中立一位甲咱同做耶稣国活的见证。对安尼选举两个人，就是迄个叫做巴撒巴，搁称呼犹士都的约瑟，甲马提亚。众人就祈祷讲：主啊，你知万人的心，求你对这两人的中间，指明你所拣选的是一位，互伊得这个使徒的位分。这个位分是犹大已经弃杀去家己的所在。对安尼，众人为因抽签，抽出马提亚，因就甲11个使徒同列，